早晨，各位中華民族嘅同胞，全世界，同埋今日係1月27號，2026年，同埋我心愛嘅習近平主席。我希望可以用我嘅母語廣東話去表達我今日嘅信息。我咧就會喺你睇到我呢啲係我嘅戰衣嚇。我2016年咧我就係好推薦特朗普嘅嚇。咁你睇下嗰陣時候咧，我就表達我對中國嘅，我媽媽同埋即係我個祖宗係中國嚇。呢啲係我叫佢做戰衣。我今日帶紅色就係代表我哋中國嘅紅色嘅旗。我想講俾大家聽呢一個消費金，同埋我同伊朗馬斯克嘅創作。佢嘅嗰個自動車咧，將會係去中國製造，喺中國做，同埋推廣。我將呢個自動車同埋將呢個機械人同埋呢個消費金咧，係合作一齊去推廣我哋全世界嘅衣食住行嘅作品，同埋將我哋全世界愛國者團結喺一齊，大家去製造最好嘅貨品，喺衣食住行方面去幫助人民、幫助人類進步嚇。咁咧呢個我希望習近平總理你可以配合我同伊朗一齊到呢個中國深圳。下個月我會到中國深圳去推廣呢一個機械人消費金，同埋呢個Robotaxi。呢一架Robotaxi 咧，我希望咧每一間酒店都擠一個 Robotaxi 喺度，係金色嘅，可以幫助即係間酒店有入息啦，有入息。咁嗰個入息咧，我就將佢俾出嚟，呢個消費金俾出去各人民嘅嚇。而嗰個利潤咧，酒店有佢嘅利潤，而我同伊朗嗰個利潤咧，就會全部俾翻出嚟呢個消費金俾人民去消費嘅。呢個消費金咧就係淨係俾嗰啲人民係喺衣食住行嗰方面即係工作。嗰啲消費金咧係唔會俾任何無關呢個衣食住行嘅。譬如政府官員咧，佢哋已經有錢，即係佢哋已經已經有錢
人工係我哋納稅人俾咗佢㗎啦。咁所以咧呢啲消費金咧唔會俾呢個政府官員、政府人員嘅。呢啲消費金咧淨係俾我哋衣食住行啲工作者同埋創造者，同埋呢個以後我哋對呢個人類進展進化嘅基金，呢一個其實咧我就叫佢做消費金銀行。呢個銀行係全世界性嘅，全世界性我哋每一個國家都係同一樣需要衣食住行，同埋同一樣係有一班愛國者，所以咧就我希望習近平總理你可以同我哋配合，我係好衷心咁樣向全世界嘅中華民族人民，我哋係優越嘅，我哋係優越嘅人類。我希望我哋可以帶動全世界繁榮進步，同埋咧將我哋嗰啲最好嘅可以同大家分享。OK， 唔該晒你哋，多謝你哋，希望新年有一個奇蹟啊！有一個奇蹟就係我希望喺4月20號喺Mar-a-Lago 同伊朗舉行一個中國式嘅婚禮。邀請所有BRICS 嘅 leaders， Julian Assange、Ibrahim Traore 同埋呢個 Saudi King and Prince， 嗰個 Prince 個名我唔記得咗啦。不過佢係一路都係即係好贊成我呢一個消費金呢一個運動嘅。好多謝你哋。